台南摩陀仕女養生館在地經營24年，除了擁有永康、東區甲安平3間的會館，現在佇個東區好買了，還閣新設一間形象館。14號上午舉行開幕大會，邀請真儕貴賓甲會員來出席，將整個1樓的大廳客甲滿滿。強調個人化，專門提供女性身體放鬆的摩陀養生館，主要提供 SPA、經絡按摩、芳療舒壓、面部的保養，甲肌膚管理等服務。現在形象館更加引進日本玉川溫泉的岩盤浴，提供會員、雙人或者是翁仔某同齊來體驗。我們是摩陀美容 SPA， 我們在地已經25年了。好，那我們特地就是在東區這邊新設了這一個摩陀仕女養生 SPA 館，寓意的形象館。那我們今天開幕，那我們在這邊呢，我們特別有建置了來自日本玉川溫泉的浴場。对，這是我們的很大的一個特色。這一家寓意館的誕生呢，我們都非常的興奮，因為我們想要帶給台南的民眾一個就是女性非常放鬆的空間嘛，還有建置就是4間的浴場，然後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摩陀得到非常健康，然後非常美麗的身體這樣子。我們這一次寓意新館特別設置了雙人浴場跟雙人操作室，就是為了呢，因為其實很多我们的會員的先生啊，他們也會反映說，每次都帶太太來，那我們呢，我們也需要被照顧啊。那我們有聽到大家的聲音，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就是讓夫妻2個人都可以一起來摩陀，然後一起打造健康的身心這樣子。位於東區好買了摩陀形象館，專館5樓的建築，不但具有流行的設計，還佫兼顧格調奢華。空間的設計不但兼顧個人的隱秘，而且還佫真有流線型。尤其1樓的大廳挑館，要互行入來人客有放鬆，甲佇厝的感覺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